万权能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你是阮的天父，阮是你的囝儿。每一摆的礼拜拢是，互你的听搁一摆充满的时间。愿每一时刻，当阮伫你圣殿内时，你的圣神照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对天想事，伫人的心内。你堪得阮敬拜，你至尊。你至权，永远你是上帝。伫天地中间，无一个神会通亲像你，使阮何等的幸福，会通成做你的囝儿。伫敬拜时，阮对心中用诗歌做阮的祈祷，献互你。愿恳求主你伫阮进入你的圣殿的时，求你用你的阳光以及你家己权能的圣神来充满伫这个会中。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充满幸福、充满活命的礼拜。求你用圣神充满伫今仔侍奉所有的同工，无论是诗会、诗琴、圣歌队以及侍奉的中职，愿你的神踮伫阮的中间，互因真侪澎湃的囝儿。愿伫你的面前，要甲主你同亲近，愿主你是阮舒服。主用你极大的疼痛甲恩典，放伫纪那软正软弱摇摇的人，互阮无搁再软正摇摇。愿天父上帝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伫至权的所在，阳光归伫你的性命。伫即时即刻，你的恩典就甲阮同在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
我的心神啊，恁着阿乐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。我的心神啊，恁着阿乐耶和华。世间情人拢着添情，天生徛伫伊面前，无伫看路世间小事，各项问题你想思，上帝降临你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73首。上帝即时临在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伊主面前虔诚菩萨，上帝的圣殿内，大家听听礼拜，心肝全意虔虔跪拜，多日前变上帝，心可主免关来，阿拉伊到万代。上帝永远存在，满境大声可爱，万事万作微微敬拜，现在现在现在，永远到到天外，弥赛万国恩典扩散，恩求主阿乐听，万颂言比弥香。为我那里尊名，困求万国万堂，前去专心教堂，
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，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。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得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啊，这请坐，请咱做伙来启应。咱来看启应文第3篇。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。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恁的嘴建立能力。要互伊对德甲保安的情证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，世间人是啥物？你少年伊，人的囝是啥物？你看顾伊。你予伊比天使利亚较输，各赏赐因荣光尊贵做冕旒。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下万米伫伊的骹下，就是一切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田中的鸟，海内的鱼甲见若经过海面的芦苇。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。阿妹，接续咱倒来吟圣诗100首，圣诗100首，就用基督耶稣的心，请咱一块吟全首。
请咱做额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你是疼的源头，求你的疼来充满阮，互阮脱离自私的本性，学习你的疼来祝福别人。恳求主，互阮愿意自身伫别人的需要顶面，当看见人的需要的时，会当及时表达疼的关怀，以及用具体行动来陪伴。互这份疼成做生命中上水稳定的记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的拣选，互阮会当做你的囝儿查某囝，这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福运。感谢主，互阮真侪特长教会一份子。阮深深相信，这不是偶然，乃是主你伫阮生命中有上美好的计划甲祝福。阿门。恳求主帮助阮决志，尽心尽力尽意投入教会的事奉，是照主所赏赐，互个人无共款的恩赐，完成主所交托各种的任务，拢神益人。更加恳求圣神帮助阮了解，阮的事奉怎样，毋是看阮对事奉得到啥物，看到啥物成就，乃是看阮为着事奉主，阮愿意献出偌济。恳求主帮助阮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勇敢大胆去担主你所要赏赐予阮丰盛人生的应允甲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。阿门。阿门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愿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愿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使我变安。学了，请圣歌队。
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3节。大伯要死的期间啊，就吩咐伊的囝所罗门讲：我伫行世间正人总着行的路，所以你着勇敢做大丈夫。第3节。守耶和华你上帝所交代你守的，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律例、伊的诫命、伊的法度、伊干净的话，照所写伫摩西律法的册内的。安尼，你无论做啥物，无论对倒落去，拢会行通。接下咱再来看新约圣经，约翰福音13章13节到17节。约翰福音13章13节到17节。恁称呼我先生啊，主啊，你的话对，我实在是，我做主做先生，抑阁甲恁洗骹，恁也着三甲洗骹，因为我已经用模样互恁。互恁照我所对恁所行的来行，我实实甲恁讲，奴仆无较大伊的主人，风车的无较大车伊的。17节，恁既然在遮的事，若去行伊，就福气。阿门。讲到更较水的事项，咱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你的囝儿查某囝自接来到你的圣殿，愿伫你施恩造前，愿伸出阮的双手，愿恳求你赏赐恩典。伫你施恩造前，愿安静敬虔，愿要听上帝你所赏赐阮生命智慧的话，诚做阮的光，诚做阮路上的灯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你的囝儿静静伫你的面前，阮将遥过的心来交代伫你的手中。祝福阮的人生哪来哪甘甜，互阮的生命哪来哪有上帝你的阳光。至圣的主，将你的阳光穿伫阮的身上。互世间人知，阮是你的囝儿。愿你的教会真多，人得到把助，人得到造就，人得到扶持，人得到差遣的所在。主耶稣，我要照你所吩咐的话，就是你教阮讲，照安尼去行。主求你扶持阮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，扶持阮。互阮一生无外出，行伫你的道路中。主愿将今仔日这个真理宣读的时间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的圣神临到对阮讲话，愿恭敬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礼拜，保罗讲，恁着用心灵来服侍上帝。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这个服侍的原文其实就是礼拜，就亲像圣歌对今仔日带来互咱的是一首基督的诗歌，是一首常常鼓励做基督徒的人一首足水的歌。包括我家己，我真爱这条歌。伊讲哪属乎上帝，人生就哪甘甜。其实伊另外一个较深的意思就是。做基督徒，哪敬拜上帝，人生就哪幸福。或者你有期待，当咱较深来认捌咱的天父上帝的事，咱真正用咱的内心来敬拜上帝的事，咱的生命就哪甘甜嘛。愿今仔日咱做自己伫伊面前，
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恁每一个人，恁的人生是哪来哪甘甜。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勇敢，跟对这个要改变咱生命的上帝。咱伫伊的面前勇敢壮胆，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子，直到咱有一日上天看到咱的天父上帝。所以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无论是列王记，无论是伫约翰福音，以及今仔日的金句，特别是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我劝勉，劝你，献恁家己做活祭，是圣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理所当然。什么兄弟姊妹？什么种的礼拜是理所当然？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服侍就是礼拜，礼拜就是服侍。所以咱的一生无论做什么事，就为着上帝来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唔通忽略侍奉上帝的重要。因为一个若袂晓侍奉上帝，若无愿意侍奉教会，若无愿意侍奉咱身边的兄弟姊妹，咱就是一个枵袂人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一个足大的应允。兄弟姊妹，甲你的囡仔讲，一生为主做工无空空，你相信吗？一生为主做工无空空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奥妙、侍奉的奥妙，就是礼拜的奥妙，来讲明互咱听，互咱知影，原来祈祷就是工作，工作就是祈祷，礼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礼拜。24小时，365天，一世人，咱的工作是神圣，咱的礼拜嘛是神圣。愿上帝互咱伫一生中间，咱所做、手所做的工，上帝坚固恁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。无论你创业，无论你伫食头路，愿天父上帝通过你的侍奉，其实毋是干那伫职业，人生其实一世人拢是为主来活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静静来听，因为今仔日个圣经所讲的一个主题最要紧，就是一个属天的祝福。因为主耶稣讲，恁若照安尼去做，恁就要得到祝福。大卫伫伊最后要死的时，伊所讲记载伫列王记，今仔日的经文列王记上卷第2章，是大卫伫伊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阵，甲伊的宝贝囝讲：囝，你着一生遵照上帝的话，行伫上帝的道路，你一生所做的事，就要事事亨通。所以，无论是大卫的遗言，伊对信仰中间所体会到的真理，或者主耶稣所交代伊身边的所有的门徒，伊讲照安尼去做，恁就要得到祝福。信仰若无行为，信仰就是死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一生拢来唱这条，越侍奉越甘甜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就苦时啊过人生，沿路用喜乐甲恶乐，得时不得时，拢伫上帝的面前用敬拜来侍奉，伫侍奉的中间来敬拜上帝。哪敬拜上帝，就哪喜乐；哪侍奉，就哪甘甜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的话写伫咱的心头。将伊的话写伫咱的心思意念中间，因为代表讲上帝的话要成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恭敬听，谦卑听，将上帝的话永远放伫恁的心内，因为这个话要成做咱生命中间真要紧的宝贝甲祝福。今仔日无论是迄种歌水所吟的诗歌，无论是启应文，无论是金句，无论是旧约新约的经文，伊拢环绕在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叫做服侍、
叫做侍奉，叫做礼拜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侍奉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咱讲话，互咱知影，伫上帝的目睭中，伊讲做伫一个姊妹世，就是做伫上帝的心上。恁会记得这个譬如吗？这是耶稣所讲，做伫一个姊妹世的人心上，一个不起眼的眼光。这项代志要正对伫上帝看做宝贝，为着人民的缘故，互人一喙一杯白水。上帝讲，你就是做伫我的心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正做一个明白耶稣宽免的基督徒，因为其实耶稣伊做一个动作，就是甲伊的门徒洗骹。今仔日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13章13节的头前，这个中间13节到17节，伊咧讲起耶稣伫伊要离开世间的时，伊设立一个真重要的仪式。起头大家真公业，都是尊贵的老师先了屈家落来涂骹，甲伊的学生彼得洗骹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我未堪得，你是我的老师，啥事你甲我洗骹？耶稣讲：我若无甲你洗骹，你就甲我无关系。这句话其实是咧代表救恩。我若无将这个救恩宝血的洗清去，互你，你的性命就甲我无关系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听讲道，其实是咧听到上帝对你所讲的话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话甲你讲，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要互咱得到白，亲像雪；要互咱伫伊面前亲像清气。耶稣做这个动作了后，伊讲一句话：恁照安尼去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静静到一生的路尾，时时刻刻来思想咱的主耶稣怎样来流露伊的模样互咱。耶稣伫伊所讲的话中间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3章14节，伊讲：我是恁的主，我是恁的老师，要顾。兄弟姊妹，耶稣留一个模样，就是仆人领导的模式。伫教会内底，若要做头人，伊爱先屈下家己，做服侍人的人。教会甲这个世间的领导方式完全无同款。教会的领导，耶稣的领导，毋是出一支嘴，指派讲互别人做。教会最要紧，就是先做互人看，先做互囡仔看。耶稣讲：要求甲恁洗骹，恁着彼此洗骹。意思就是听人亲像家己，正做一个共同。我有，你就有；你有，我嘛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主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讲：我将我的模样留落互恁，恁照安尼去做，照着去做，就有祝福。兄弟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头。主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头，安尼抑阁无够额。主耶稣直到有一日，我真正做一个欢喜为你做工的人。主耶稣，我听到你的话，明白你的话，犹阁无够额。互我真做一个哪侍奉人，我就哪有喜乐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道理讲互咱听，讲互咱的囡仔听，互咱的囡仔将来无看悬，无看低，互因独独自信来看咱的主耶稣。所以耶稣最后的话，伊讲：恁既然若知，恁既然做礼拜若中间若听到讲道，恁就照安尼去做。讲道伊重要的重要宝贝，毋是牧师所讲的话。讲道上重要的可贵，就是因为人尊敬上帝的话，照上帝的心意，互相劝勉，互相教导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既然知影这个事，耶稣讲：恁既然知，就去做。
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咱的生命活出来，用咱的生命活出来，咱的信仰，咱的信仰呢，永远停留伫遮。咱就是一个摆脚袂晓行路的基督徒，咱的信仰呢，拢永远停留伫遮。但咱的手真少实在去服侍，安尼咱就是一个无手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主耶稣讲：既然恁服侍，就是服侍我。恁若服侍我的事，我的天父上帝就要尊重你。也在主耶稣所讲这句话。咱若服侍耶稣，咱若因为服侍耶稣的缘故来服侍咱身边的人，咱的天父上帝就要甲咱听命命。我的爸就要尊重你的意思，换翻做咱单位就是讲，天父就要甲咱听命命。哇！啥物人无爱互天父上帝抱咧形状，安尼摇安尼笑，愿天父上帝听我，嘛听你。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听真正互咱得到满足，就亲像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，一个互上帝满足的画面，伊才真正会晓举十字架。一个真正互上帝满足的画面，伊就永远无要倚靠别人，伊就感觉伊永远无欠过，伊的一生中间就无迄个乞食性，伊的一生中间就是一个满出来。因为主耶稣讲，有一种泉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就永远不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代表甲伊的囝儿所讲，今仔日这段话，伊讲我要行人生的道路，你就爱会记得，一世人尊重上帝的话，尊重咱的祖先摩西所写的摩西的五经，代表是大概伫咱即摆时间3000年前。伫伊进前的摩西，大概还阁离伊一段真长的路500年左右。所以当摩西留落这个话的时阵，就真侪犹太人世世代代骹前的顶路上的光。所以代表最后甲伊讲，遵照上帝的话，特别是写伫圣经这本册内底的话。那安尼，你手所做的事，上帝就要互你事事相通。我的囝，勇敢壮大。做大丈夫，做大丈夫，兄弟姊妹，这句话真吸引人啊！所以人拢想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对无？特别是查甫囡仔，伊拢要做一个英雄，徛伫天地中间，徛伫山尖的中间，是一个顶天立地、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做大丈夫。但这句话其实就简单，就是那个人呐、好，犹太人。圣经来的希伯来语这句话翻出来就是那个人，真我真正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是代表的话，代表要死进前来吩咐伊的囝儿所罗门王。伊讲：当我要行人生的道路，所以你着刚强做大丈夫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代表甲伊的囝讲，照上帝所吩咐去行主所讲的话，行伫主的道路，行伫主的话顶悬。这个道路是甚物？就是伊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，就是摩西五经内底所讲每一句话。你若安尼，无论你去什么所在，无论你做什么事，上帝就要互你事事行通。主所讲的话无空空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为主做工无空空，家背起来好无？你常常伫你的人生讲，主啊，若为你做，我永远无计较；主若为着你的缘故，我永远无计较。主互我真做一个欢喜做、甘愿做、快乐做。我的老爸甲我讲，人生中间若要会通有代志做，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你要有能力通做；第二，你要愿意做。第三，爱人愿意互你做，对无？你要有能力通做，你要愿意做。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人，无一定有机会，因为在咱人生中间，道路是上帝予咱的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上帝若要予咱为伊做工，是咱的荣幸；咱来当为主做工，是咱的荣幸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你教你的囡仔，通明白这事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。今仔日伫个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伊讲将你的性命献做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兄弟这句话，兄弟姊妹，咱背这句话背甲骨溜。所以这句话其实咱该当做一个某种一种口头禅，安尼还阁无够。保罗所讲，献为活祭的意思，就是道成肉身。献为活祭，就是约翰所讲，道成肉体，充充足足，有稳定，有真理。意思就是，互你的信仰活伫咱的生活的内底。献做活祭的意思就是，将我的生活，将我的心思意念，将我手所做、脚所行的路，拢当做一个献予上帝的一份礼物。献做活祭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换一句话，毋是礼拜日才是神圣，毋是清水水伫教会内底做礼拜才是神圣。就是咱伫每一个时刻，咱感觉主啊，这项代志是我为你来做。主啊，这是你交代我做。主啊，我欢喜，我感谢，我伫你的面前愿意受你采用。伫咱还未发生这个疫情之前，咱的教会拢有爱餐，有真侪咱的朋友来咱的教会中间，特别是外人，伊毋是干那伫礼拜中间得到感动。伊甲咱自餐的时阵，足感动。你讲牧师偌感动，是食着肉色饭吗？还是食着鸡面吗？啊，就喙笑目笑讲，这就是德堂大饭店，全德堂上大间的饭店。而且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。因知影，要伫主日的中间轮流侍奉，兄弟姊妹，这项代志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。也即无你甲试看卖，你注意甲看，全台湾大概4、5千个教会，有对一间教会亲像咱，欢喜侍奉人，互出外人来甲咱做伙做礼拜的时，伫礼拜了后会当做伙爱餐，啉一嘴水，食一碗饭，其实是足简单的代志，但是遮个人客。当因食饱了后，因看到一项代志，因看到咱的囡仔，大哥哥、大姐姐带遐个囡仔咧创啥？恁会记吗？恁回想看看，这个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就带这个弟弟妹妹去后面举遐个水桶，摕迄个拖把扫帚。咱的教会真侪人食饱，尻川半半的，就爬起来开讲。甚至泡咖啡，但是咱的囡仔是什么人教这个囡仔？是恁，对吧？是什么人教咱的囡仔伫做礼拜了后，因为妈妈煮饭真辛苦，所以阿姨煮饭最后咧，阮袂当做的就是，阮会当做的就是，当大家拢食饱了后，阮甲倒仔椅仔收好。我常常看到迄个愈细汉的，亲像咧做游戏共款。伊都无几两重呢，但是要去扶迄条梯啊，人都甲椅啊差不多平悬，伊嘛要去甲迄个椅啊贴贴无做伙。兄弟姊妹，毋通看这个代志做凊彩甲随便，这是一种的礼拜，这就是一种的学习，这就是对细汉开始。牧师要甲恁拜托，嘛要甲恁邀请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教会是毋是来成做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，好无？亲爱的姊妹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人人服侍的教会，甲服侍看做是一个真神圣、甲尊贵的代志。保罗讲，这是理所当然。英语翻作 "It is a reasonable"， 就是合情合理的代志。保罗讲，这项是一个理所当然的，咱坐伫这个所在的礼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。但是，毋是亲像英语的翻译遮尔简单讲，这是一个合理的 reason， 就是理由，是一个 reasonable， 就是合理。
但是伊的圣经的原文讲，这是一个logos的礼拜。注意听，这就是一个logos 就是上帝话，换一句话。保罗咧讲，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礼拜，意思就是咧讲起，这是一个合乎圣经原则的，这是一个合乎圣经原则的态度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所听的兄弟，我伫甲恁做伙中间有一个工作，是我感觉一生中间上重要，就亲像大卫甲所罗门讲。我要行人生最后的路，你就斟酌听。我仰望天父上帝，将伊所交代我的话，我会当讲清楚，互恁听。所听的姊妹，用心听，毋是听我的话，是听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摆，咱灵修，每一摆咱家己读圣经。每一摆咱做伙自习查经，每一摆咱做伙自习伫上帝面前做礼拜，咱拢是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赏赐我一句改变我生命的话。所以保罗讲，所听的姊妹，我用上帝的怜悯，我用上帝的慈悲，劝勉恁，将恁的生命奉献最活者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恁安尼服侍，这个服侍这个字其实就是礼拜敬拜，一个神圣的服侍。伊的原文，这个服侍其实就是希伯来语咧讲一个神圣的工作，所以后来会当翻做两项，英语只有翻做 service， 但是这个 service 会当讲做工，但是佮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礼拜。所以弟兄姊妹。愿咱将这句话放伫心内。你问圣神讲：“亲爱的圣神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明白。伫今仔日咱的金句保罗所讲这句话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服侍。就我细汉到大汉，有真侪代志，毋是伫学校学，是伫我的厝内食饭的时，老爸讲。是伫教会佚佗的时，对读幼稚园开始，我的教会的老长老，甲阮所敬听的牧师，因自然而然所留互阮的脚迹，阮就无勉强，足自然而然，就感觉做一个基督徒本来就是爱安尼。礼拜日做2场的礼拜，去教会参加礼拜是应该的，奉献嘛应该。伫教会内底，人叫你做啥，服侍上帝嘛应该，真侪代志。因为若是照圣经所讲的，就是合情合理，是理所当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这个所在讲是理所当然。那这你会当发手问你家己讲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敢有啥物是理所当然？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绝非偶然，就亲像拄则祈祷的时钟圣有讲，这毋是一个偶然，这是一个奥秘。因为对咱的一生中间，对少年到年老，早就伫上帝的手中定着好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拄则牧师甲恁讲，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字，伫圣经其实就是 logos。所听的姊妹，何等的水的一个字，所以伫今仔日头一个，我要甲咱讲，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服事？愿天父上帝的行感动咱兄弟姊妹，互咱这间教会真侪人人服侍的教会，咱明白做礼拜足重要。兄弟姊妹，我讲这话，毋是要甲恁责备无，我感觉恁是一个。愿意伫这间教会、小教会内底，人人服侍。伫恁的心中，我看到有你们真好。但是愿上帝互咱将来更好，好不好？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甲咱邀请，咱做伙来爬树啊！詹牧师上惊我讲这句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毋是干那爬树啊、插树啊、扫土骹。恁来到教会做礼拜，看去教会清气淡淡，
兄弟姊妹，这毋是自然而然的呢。若毋相信，我叫遮个侍奉的人一礼拜莫做。兄弟姊妹，你有法度想象，咱的教会大定了一礼拜无扫树叶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毋是30坪、20坪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虽然600坪的土地，但是楼顶楼骹加起来几千坪，啥物人咧做？上帝咧做啊！伊相信家己做，敢有遮简单？愿天要上帝帮咱，咱真做一个用听来做礼拜的人，用听来服侍的人。上帝祝福你，上帝也用你来祝福将来要伫这个所在，互上帝听的人。主甲咱三家己的，所以头一个牧师要甲恁讲，献为活祭，献为活祭，这个意思就是真做一个。互你的信仰挖出来的人，伊即个礼拜的原文叫做 Latesio， 即个意思服侍即个字，其实原文就是一个神圣的服侍，工作就是一个神圣，所以无论是伫犹太人，无论是英语，伊拢会当翻译做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献做活祭。就是用咱的生命来敬拜上帝，所以这个礼拜，这种服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一切拢是理所当然。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一切拢是理所当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保罗讲：我讲这的话，是为着要对恁有利益。毋是要控制恁，保罗深深知影伫教会内底讲道，毋是要控制人的心思想。讲道最重要的重点，不是情绪勒索。讲道最重要的重点，嘛毋是控制人的思想。讲道最重要的目的，嘛毋是要甲人洗脑。我伫咱中执会中间，甲阮的中执表明我的心意。我甲中执讲，我伫恁的中间，我有一个。期待，时时渴望我甲恁做伙生活的时，我会当影响恁。因为保罗就是用安尼来影响伊身边所听遐的姊妹。伊讲伫上帝的人民的中间，我所传互恁的话，是为着恁好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永远会当听到上帝的话。伫圣神的帮助的中间，咱拢会当听到。有利益咱的话，然后，互咱会当凡事拢合宜，互咱伫人生的中间，毋是凡事拢通，因为无拢有利益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行合宜的事，忠心侍奉主。保罗所讲的话就是最应该做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忠心温困侍奉上帝，这个字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服侍咱的上帝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甲恁做一个结论，有2个小小的结论。第一个结论就是，咱服侍上帝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上帝创造咱的活命是为着要互咱来表明伊的荣耀。上帝赏赐咱活伫这个世间是。伊所赏赐所有恩赐，拢是要因为对咱出去，互人因为咱来得到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爱学习一种叫做合乎圣经原则的服事 ，reasonable 是一个 logos， 是一个上帝所讲的话，理所当然的话。所以，这个 logos 的意思，伫圣经翻做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咱会当改翻做更较白话的解释，更较白话的讲法，伊叫做下伫圣经的教示的原则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原则，通过圣神的感动，互咱所听的姊妹，咱知影怎样做一个细正的基督徒，健康的基督徒。所以，咱的生活要变做一个生活化的信仰，信仰生活化。咱所有一切侍奉，拢是因为圣经内底所讲的好。
所以圣经所讲的事，若是上帝所欢喜的，咱就照安尼去做。因为主耶稣讲：“我将我的模样留落互恁，恁就照安尼去做。”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圣经竟无安尼讲。咱若做伫咱身边迄个至美色的人，就是做伫天国的君王，上帝的心像。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如。伊伫迄个中间说：“你若做伫咱兄弟中间上界卑微的人的心像，就是做伫天顶至高的君王的身躯心像。”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。保罗嘛讲：“凡事为主做。”就亲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重新来复习2000年前主耶稣甲伊的门徒约翰所讲的话，照安尼去做。既然我吩咐恁的，恁既然已经知，就照安尼去行。所以保罗讲，无论做甚物，咱拢是为着要荣耀咱的天父上帝。所以凡事是为主来做。所以咱的礼拜是为着要敬拜上帝，咱的服侍是要为着照顾上帝其他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所以这种理所当然的服侍，第三个重点是甚物？理所当然的服侍，就是一种伫天灵亲像伫地灵，伊是一个上帝国的服侍，所以长看悬深。理所当然的服侍，就是长看悬深的服侍。荣耀到天，深到海洋，看着咱的生命，咱的心内开阔慷慨。怜悯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伊讲上帝国伫心所在，上帝国伫人的心，所以意思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。上帝国服侍就是欢喜甘愿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服侍理所当然的服侍，是一种的心意更新。保罗伫做林书保罗伫耶罗马书12章第1节了后，搁对第2节，今仔日咱无读，但是恁对你当摕出来看。伊讲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当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唔通互这个世间的思想来影响你，独只有互上帝的话来改变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心意更新。真侪新创造的人，其实大笔伫伊的祈祷中间讲：“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。”你会记迄句话无？搁落去咧。阿免。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活心、正直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咱要服侍上帝，就爱活心。圣经中间马太，伊为着要服侍耶稣，所以伊伫灶骹无用刺插。但是，迄个高西奈的玛利亚，也无来到3天，坐伫耶稣的开比西奈，就搁互耶稣学落甲答子。马太看咧落要硬死啊！其实耶稣真疼惜马太，兄弟姊妹，咱得将咱内心的这个马太，甲伊甲玛利亚结做伙，因为马太甲玛利亚拢是耶稣所疼。咱的生命服侍是有时咱的埋怨，我知咱本意毋是要埋怨上帝，马太嘛无埋怨耶稣，但是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叫做马太，有一个叫做玛利亚，有一个叫做感性，有一个叫做理性，有一个叫做血气，有一个叫做圣神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和谐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，哪来哪水，哪来哪老练。愿今仔日的讲道毋是责备咱的意识，是改换咱，互咱伫上帝荣耀中间心意更新。所以最后我的结论要甲兄弟姊妹所讲的，就是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有更甘甜的生命，哪属风哪甘甜。哪来哪水？愿天父上帝，互你的一生所做、手所做的工无空空。我深深相信，咱若欢喜为主来活，我深深相信，咱若欢喜为主来活，咱的侍奉决断无空空。呀，这将这话放伫心内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
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到一生的落尾时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要亲像写这条诗歌，越侍奉越甘甜的这个美国的牧师，这就是伊的一生的心声。主，我嘛要亲像安尼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一生到落尾。那安尼，咱来问上帝讲：我要怎样做我的生命才会通搁较甘甜？我要怎样来礼拜？我的人生才会通愈水？更美的侍奉，更美的敬拜，人心若水，想出来的思想就水。人若有水的思想，人的品格就水。人的品格若水，伊的灵魂就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，听圣神甲你讲的话。你若听袂到的时，你会当甲主耶稣讲。主耶稣，这句话是你讲的。主耶稣求你做我的老师，求你教互我知。你们既然知道，有当时咱头壳绕绕的讲，无耶稣，你是讲到底是咧讲对一项呢？不要紧，免歹势。耶稣欢喜一摆搁一摆讲甲有一日，互咱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们。既然知道这件事情，当然圣经足清楚，这项代志是咧讲服侍人彼此洗脚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有真侪上帝话，伊讲，恁既然已经知，就照安尼去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为主来做。因为耶稣讲，我手所做的工，恁嘛要做，而且将来恁要做更较大的事。将来咱要为主做工，而且做更较大的意思是啥物？长阔关心。耶稣将伊也未完成，迄个十字架的侍奉，上帝国的侍奉交代咱，所以耶稣爱咱为伊来完成这事。耶稣讲：你若侍奉我，上帝就要尊重你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将这个责任赏赐予咱，但一个咱行平安的时，你甲你的边仔的人讲：耶稣听你的事，牧师甲恁讲。你会当毋免甲伊讲遐塞奶的话，还是讲遐肉麻的话，但是你甲上帝讲，上帝今仔日我甲伊讲，耶稣听你这个人，将来我要成做伊的帮衬，伊嘛要成做我的帮衬。愿天父上帝帮衬咱彼此服侍，做上帝所做的事，行上帝所讲的话，行上帝所赏赐咱的道路，直到咱一生的落尾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。上帝祝福恁，互恁的将来有更较丰盛上帝预备。伫希伯来书11章第4节，上帝为着咱将来事预备了更美的事情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将阮家己的将来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神甲阮撒甲伫地。阮的囡仔怡轩，伫拜三就要去爱尔兰打工。伊亲像阮中间每一个阮的青年，因对家己的将来拢有一份梦想。一个少年的怡轩，带着勇敢甲信心。想要去看更美丽的世界，祝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同款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互阮的囡仔有一种克服的勇气甲信心。求你甲因同行，伫因一生的中间陪伴因。祝阮将阮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，因为阮相信你有你的计划。主，我嘛伫你的面前，将阮家己搁一摆摆伫你的面前。主，求你甲阮换手，互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拢比你神圣的手换伫阮的心上。主，当你换手伫阮的心上的时，这个土粉所做的器具，就要有活命，就要有上帝你的荣耀。主，求你换手伫这间教会。伫每一个人，互阮的生命为你来活，对正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
阿们。咱接续，咱要来举行洗礼。啊，这咱所听的弟姊妹，恁会感觉真着惊，讲太忽然今仔日牧师要行献新礼甲洗礼，因为今仔日咱有一个真特别，就是宜轩咱为伊欢喜，伊的妈妈有安尼讲，你要带上帝祝福到陌生的地方去，所以伊伫过来一年要伫爱尔兰做打工，伫遐体验着跨文化的学习，所以伊的妈妈甲伊参详，伊甲教会要求讲，敢会当互伊伫要出外进前会当完成，因为伊细汉的时有伫教会洗礼，敢会当互伊完成即个献新礼。咱用陪伴甲祝福来为宜轩出外，咱来做即个礼拜。咱来吟圣诗212首。咱人既然大做出世，就像我们的旨意，叫你也断掉修养化，两个家己袂为得团。大家请坐，来请宜轩来徛伫牧师的头前。咱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青年林宜轩姊妹，伫细汉的时阵有领受洗礼，当伊要伫咱中间来更新、来告别伊的信仰。主所听的宜轩，你伫细汉的时，你的妈妈已经有将你献予上帝，也伫上帝的手中领受小儿的洗礼，互你有份伫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。上帝的恩典已经互你已经长成，15年前的小儿洗礼，今仔日你已经长大，你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真清楚告别你家己的信仰。主耶稣有安尼讲：既然伫上帝、伫人的面前来承认我的，我伫天顶嘛要承认伊。所以宜轩伫今仔日即个更新礼中间，你着爱用敬虔的心，用尊敬上帝的心来告别你家己的信仰。下面请你真清楚来回答牧师甲上帝所要互你表明的信仰。宜轩，你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，耶稣是你的救主，圣神是你的保惠师，也无？你甘愿意放落你过去旧的心思意念、旧的生活，伫上帝面前来受圣神的栽培，真侪正直的基督徒，佮我靠耶稣基督的保护，你愿意安尼来领受，也无？
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做真实的基督徒。你愿意安尼做也无？所听这请起立，医生来头前，请咱会众起立较头前。主，愿恭敬将医生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会圣手放伫伊的身上。主耶稣，伊对出世就已经受分别罪性，通过妈妈的信仰，也通过上帝你的保守，伫这15年的生活中间，你有想出伊侪心思意念。主啊，你有听见伊伫众人甲你的面前所回答伊心内信仰的告别。愿主你接纳伊伫你面前即种的告别。主愿你的圣手放伫伊的身上，将对天灵来的荣耀，就是上帝你家己交臂完全的本性，放伫你的查某囝的身上。祝福伊对即时到伊一生的落尾，完完全全踮伫上帝你的恩典的内底，行真理，听上帝的话，伫圣神的引带，跟对你的脚步。愿将医生交伫你的手中。奉爸囝圣神的名，接纳伊，成做这个教会的一份子。愿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医生，你徛伫中。医生，当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以及教会所领受的权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，就是大人君。我要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小会的权柄来接纳你，成做教会的一份子，对这事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咱来请咱的长老来接纳咱的青年，成做咱的教会的一份子，退后一点点，你转过来。这我先甲咱介绍吼，医轩的妈妈丽芬吼，丽芬是咱的教会一个真够服侍的姊妹。医轩伫15年前有小儿洗礼，15年过足紧，伊只有23岁，但是足勇敢的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拢毋知讲去到出外去会当拄着啥货，伊只有想着讲出外会当拄着新鲜跟希望的事情。咱为祈祷，所以今仔日的洗礼是代表教会的祝福，嘛是代表一个交代。上帝要求医生会记得讲出外去，就是靠上帝，上帝甲你伫底，耶稣听你，加油记得好，会众会。过来，咱来请有一个姊妹，咱大家拢真清楚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事件，为着梁幼君姐妹伊的灵命的需要，所以咱的教会要欢喜来给伊祝福。咱来请迄个玉君如君姊妹来头前，请你有缘徛伫咱中间。如果你已经对心中真清楚这个信仰，你脱离过去你的咱台湾人的传统的信仰，那伫上帝的面前要领受上帝的怜悯甲帮助。伫众人甲上帝的面前，你来回答教会代替上帝所提出的这个信仰的告别。如果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
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护师，也无？你欢喜一生照圣经的教示来遵探上帝道路，也无？你来，请你来听，来这。牛如君，我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天父上帝，是阮宝座，甲即个信仰神圣的大家庭。愿主耶稣基督保护甲你三角地地，对即世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的查某囝追求你，主耶稣。伊咧追求阮的阿爸天父上帝神圣的家庭，就当伫你的呼召的内底，你的查某囝已经倒来到你的厝，伫你的身边讲：阿爸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愿你家己开你神圣的门，互你的查某囝因全家通归伫你稳定的保守的内底。就我奉爸囝圣神的名。为你的查某囝做一种接纳的洗礼，愿天父上帝你干力是阮直到一生的路尾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你站过来，牧师甲你介绍哈。所以听这一个真特别的咱的姊妹，其实牧师嘛介意钟若生吼。以后若有机会，牧师才互伊家己来讲伊的生命的故事吼。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。真特别啊！咱嘛接纳这个姊妹，通伫上帝的听的内底，甲咱做伙享受信仰的共同吼。耶稣听你，咱来请教会中级来甲咱的主君姊妹来代替教会来甲伊恭喜甲接纳吼。如果你来行对，耶稣听你吼，耶稣听你。咱用感谢的心准备来奉献，咱用感谢的心准备来奉献。
请坐，平安的请曾牧师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听甲咱撒家伫地。咱下面咱来唱这条歌，来做咱的祈祷，也所听你。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以为救你，耶稣耶和华。愿主耶稣听。甲咱撒家地地，直到一生的路回。咱甲咱身边遐济讲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。最后上后壁这两位我。啊，教官哈，我就想我是教官啊，欢迎你们来哈。我想哎，教官啊，但是有个教官拢一个人来哈，但是今仔就有甲朋友做伙来，欢迎你们来哈，也是听你。如君姊妹是住伫大甲。伊的公主吼，甲伊做伙来吼，咱真欢迎伊伫主的厅内底咱做伙敬拜请坐。咱下面来为生日的人祈祷，好亲像即礼拜生日的人拢无伫咱中间的款吼，咱来有缘为因来祈祷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这礼拜生日的友友、恩君、春莲、安美、信琪跟信伟，愿主你的听，甲因撒家伫地。主啊，求你听你的教会的祈祷，也恳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，互这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，因亲自徛伫上帝你施恩做证。主恳求你。用你的圣心膏抹伫因的心上，互因的福杯满溢，也用圣心赐给因真侪芳福音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好处，属天的家字，互因伫过来365日，每一天拢甲圣心同行，真侪一个生命好的关键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智慧的心，互因真侪管理家己生命。上帝你的路卜，愿将因恭敬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施恩赐福，祈祷我为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教会有一个真慎重的代志要甲咱做报告，咱的教会庄老师的事件，对咱的教会是一个真遗憾的代志，一直处理了也未完成好势，所以庄老师。并无照约束，伫上帝的约束，甲教会对教会所约束的认真来完成伊应该负做责任。即使咱若有迄个心，虽讲做袂到，上帝甲教会还阁是有
款款会疼，但是做会到，却无诚实、愿意来承受伊应该做的责任，所以小会真慎重甲咱做报告。对顶礼拜的聚会决定了后，咱何庄老师甲美娥姐就离开咱的中间，关注人民帮站下面报告，咱来请咱的长老钟胜来做报告。即摆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拜三祈祷会，拜六青少市甲查经班。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，请林七吉长老、苏琴请刘一鸣兄弟书献，请张世祥执事甲副书记指示。交代第三组爱餐暂停。请咱照这个顺序，逐工来读圣经。集体交通第一，本主日咱为着林医生姊妹举行健身礼，为姊妹梁玉珍死时，愿天父施恩赐福，进入上帝国度。第二，根据本教会475处小会第二议案议决办理。决议开除庄主柱及廖美娥会员籍，事由根据本会2021年10月31日公告的事项，且应该适宜未获履行承诺办理，小会特别伫遮来公告。第三，中妇女部举办2022年度的查经营。时间伫10月7日拜六8点半到下晡4点半，地点伫海兴教会，费用200块。9月19报名截止，对象就是各教会兄弟姊妹需要完成2剂疫苗的接种。若要报名，请伊玲会长报名。第四，尤那村植树纪念奖学金的申请，请咱后符合资格。学紧交你的成绩单予伊真，是110学年度第2学期，咱将近要伫10月7日来颁发，请咱为这的生日继续来祈祷。另外这礼拜后要请妇女劳部，咱有代志要讨论。同样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问题请会计来更正。内底的事项，第一，请咱继续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请咱继续为身心千安、丁丽华、庄严、詹达、庄仁志、黄宏仁、郭陈秀霞以及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三，请咱继续为咱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。也为着升学的来代祷。第四，请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请咱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、韩国福林教会、慈济教会、德克党也来代祷。接下咱来吟上用圣诗511首，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带，请曾牧师祝祷。上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默祷闭会。咱请各位妇女移步过来遮坐。